上世紀初，香港南區嘅香港仔仍然係一處以漁業同埋輕工業為主嘅小漁港。聚居喺嗰度嘅主要都係一啲漁民同埋一啲貧困嘅勞工階層。而1935年，一間專為貧苦無依嘅年輕人開設嘅名為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即係今日嘅香港仔工業學校，便應運而生。從最初為咗救助貧苦無依嘅年輕人而設立嘅工藝園，到後嚟嘅工業學校，呢度嘅每一磚一瓦都記錄住一段為基層青年點亮未來嘅歷史。呢間學校咧，其實有90年噶啦。咁90年咧，其實係一直落嚟咧，冇咩大嘅變化嘅，係加咗啲新嘢嘅啫。即係我哋最初叫做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就係為嗰啲冇書讀嘅人。因為當年咧，應該係喺40、50年代嘅時候咧，係香港好多人咧冇書讀嘅。咁當時咧，有一啲嘅香港嘅恩商咧，佢哋好想幫助我哋自己華籍嘅學生，於是咧就揾我哋慈幼會咧就開辦呢一間香工啦。初頭咧經濟冇咁好啦啲家長送小朋友嚟咧，都係希望學一技之長。當其時咧個情況就係全部師生一齊寄宿。好開心嘅，一齊學習，一齊遊戲。隨着香港經濟轉型，學校由早期嘅工藝走向工業，教導學生金工、木工同機械等等。時至今日，香工雖然已經發展成為一間主流嘅文化中學，但工業二字依然被自豪咁保留喺校名之中。但係現在就唔係代表傳統嘅打鐵打木，而係與時並進嘅學習 STEM 同埋 AI 等等，邁向工業4.0同5.0嘅新時代。咁我相信兩樣嘢啦。第一，我哋90年啦，有好多校友，佢係有好多美好嘅回憶。咁所以香港仔工業學校呢個名呢，係應該保存落去嘅。第二，我哋講緊工業，其實而家已經進入工業4.0、5.0嘅年代啦，係咪？所以我哋嘅眼睛所諗嘅工業咧，並不是以往嘅工業，可能揼木揼鐵。調翻轉，而家工業4.0、5.0係講緊人工智能啦、大數據啦、物聯網啦。咁所以我哋學校除咗係一間主流嘅學校之外咧，我哋希望成為一間科技嘅學校。經過90年嘅歲月，雖然校舍附近周遭嘅環境已經變化好大，但係走入去呢一間近100年歷史嘅校園，彷彿就好似穿梭時空。香港仔工業學校嘅校舍喺1932年動工，1935年落成。校舍建築係採用現代國際建築風格，糅合咗30年代嘅裝飾藝術 Art Deco 嘅特色。呢一棟特色建築經歷90年嘅風雨，各處依然散發着獨特嘅藝術魅力同濃厚嘅人情味。校舍更加多次成為咗好多著名嘅電影同埋 MV 嘅取景地。呢個位咧，其實就係喺學校主門口入嚟咧，通往聖堂嘅一條樓梯啦。咁呢條樓梯咧，其實大家見到下邊個下半身嘅護牆身咧，其實就係用咗一個水磨石一體成型做嘅。咁其實呢一個一體成型嘅水磨石咧，同我哋差唔多接近100年前呢一棟建築物形成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存在嘅。好多明星，譬如係李克勤，又或者係有套電影叫做《男人40》啦，許鞍華執導嘅，其實都係喺呢一個場景度拍嘅。其實好多時咧，行上呢條樓梯度咧，個時光就好似倒流咗咁樣，變慢咗咁，因為成個氛圍咧就好似翻去啱啱建校嘅時候。香工校舍共由4座建築所組成，主流係本港最早採用現代國際風格建築，強調功能性，外牆採用當時流行嘅上海批盪技術。
呈現沉穩嘅石材質感。內部以簡潔嘅幾何線條設計，天井位將自然嘅光引入教堂、院長室同埋禮堂，呈現實而不華嘅實用主義風格。主樓現已被列為香港3級歷史建築。呢個開由建校以嚟咧，成個建築嘅風格啊、色彩啊、物料其實同當年同埋而家係一模一樣嘅。譬如見到下邊護牆身嘅水磨石咧，綠色同埋黃色即係做夾層嘅水磨石咧，其實個顏色係冇變過。呢個建築風格其實成棟建築物咧，即係用咗3年嘅時間。呢個時間咧就正正係現代主義建築嘅興起，就係喺古典主義嘅建築過渡到去現代建築。咁呢個室內嘅風格咧，其實除咗係簡約之餘咧，其實仲保留咗一啲裝飾嘅線條，譬如柱梁之間啦，有啲彎曲嘅線條。呢啲窗其實係而家仲係可以喐得嘅。嗰陣時個目的就係因為嗰個年代冇冷氣啦，其實就係方便對流通風。校舍隨住時代變遷同埋現代教學嘅需要，亦都作出唔同階段嘅擴建。喺2006年，更喺主樓旁邊增建新校舍。然而呢一座90年歷史嘅3級歷史建築，亦都面臨着唔少嘅保育同發展之間嘅挑戰。學校一方面需要耗費不菲修補，好似出現裂縫嘅水磨石同埋磚牆；另一方面又要因應時代需要，將部分嘅車間同工場革新為現代化嘅科技研習中心。我哋喺保育嗰方面咧，都遇上一啲挑戰啦嚇。咁禮堂後端即係一啲水磨石咧，其實幾年前即係有裂縫啦，甚至乎係剝落嘅情況。咁啊，我哋都要揾即係專人去修補啦。另外咧，都未必能夠即係100%咧係回復翻嗰個原貌啊。而家學校一定要持續不斷嘅發展啦，即係又要保育喎。咁所以真係一個平衡。工場我哋咧有部分地方因應時代嘅需要咧，我哋已經即係革新咗，譬如可能擺咗好多嘅 3D printer 啦，擺咗好多電腦啦。但係與之同時咧，我哋都有一個角落咧，係留翻一啲為我哋嚟講係一啲好好回憶嘅一啲機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香港嘅核心辦學嘅精神從未改變，就係全心奉獻幫助貧苦青年，將學校建立為充滿關愛嘅家。而承襲鮑思高神父嘅預防教育法精神，慈幼會辦學最強調嘅核心價值就係陪伴。預防教育法咧，我哋成日都強調3樣嘢啦：理智、宗教、仁愛。最重要就係陪伴，喺佢身邊。佢開心，我喺佢身邊；佢唔開心，我喺佢身邊；佢成功，佢失敗，我喺佢身邊。你可以咁講，就係我就係佢嘅護守天使啦，用我個榜樣咧，用我嘅鼓勵咧嚟到帶領佢哋。如果你有機會嚟學校咧，會見到好多老師陪伴學生嘅情景。譬如可能喺足球場，你可能經常都會見到個體育老師唔係去當值咧，佢都每日食飯放學咧同學生踢波。你會見到教員室外邊咧。可能有啲老師幫學生追緊功課啦，趕進度啦。我哋都相信透過陪伴咧，可以促進個師生關係。我哋都相信咧，有咗一個好嘅師生關係咧，當我哋做教育，或者當我哋同佢講理智、宗教、仁愛，甚至乎我哋鼓勵學生嘗試啲咩嘢，或者勸佢唔好做啲咩嘢咧，我哋咧都會覺得係事半功倍嘅。老師對我哋咧，其實就係循循善誘，好似朋友咁樣嘅。而家好多我哋同好多而家嘅老師咧，其實都會定期約翻出嚟食飯啊，或者約出嚟一齊去旅行添。因為我哋讀書嘅時候，基本上有好多神長啊，都會陪伴住我哋一齊成長啊。即係我比較深刻印象嘅就會係我當年讀書嘅時候嘅院長、啲校監啊、袁學清神父啦。咁咧同埋佢哋都喺我讀書嘅期間，亦都陪伴住我，甚至乎咧佢會喺
星期六日呢啲放假嘅時間咧，都會叫我哋翻嚟，可能同我哋補下習、温下書咁。見我哋可能學啲成績唔係太好，都會同我哋温下書啊，同我哋玩下。呢一種充滿關愛精神嘅陪伴，成功讓唔少學生尋求到學習嘅動力，無論喺學業上、心靈上，以至喺公開比賽中屢獲殊榮，從而尋回自我價值。我記得有一個小朋友，佢係都有學習上都遇到唔少困難啦嚇，初頭，但係老師邀請佢加入某一個STEM 嘅小組，係去寫程式。佢第一個程式，我記得佢同我分享就係寫個好簡單嘅程式，係開放日啊，即係招呼嘉賓等等等等。但係咧，自此以後咧，佢越嚟越有信心嚇。咁咧之後咧就參加咗好多創科嘅比賽。去到中四、中五嘅時候咧，佢都攞到好多不同嘅獎項。佢喺編程入邊攞到自信心啦，佢嘅學業咧亦都係相輔相成。咁啊，到最後呢個小朋友入到城大啦嚇，都有唔錯嘅發展啦。而要成功建立呢一種陪伴嘅氛圍，除咗依賴神長同埋老師們付出無比愛心之外，香港其中一項引以為傲嘅傳統寄宿生活，亦造就咗一個良好嘅陪伴氛圍環境。自建校之初，慈幼會神長為咗讓貧困無家可歸嘅兒童得到讀書同埋學習一技之長嘅機會，就開始為所有學生提供寄宿學位。雖然到1990年代因社會轉型而一度停辦，但到咗2012年，學校決定重開寄宿部。寄宿嘅小朋友咧，有唔同嘅天賦嘅喎，當中有啲咧都幾聰明啦，啊可以造就嘅。咁所以我哋宿舍其中一個目標係幫佢讀書嚇。咁喺宿舍係冇手機嘅喎嚇，咁佢哋每日只係有30分鐘嘅手機時間，咁係俾佢即係聯絡屋企啦。咁所以通常咧寄宿生咧成績咧進步咧係多啲嘅。我哋每年每級頭1、2名咧嘅宿生咧係有一個獎學金，就免咗全年嘅宿費啦，同埋補習費。通常咧都係咧宿生去落盤，更加重要咧係同人相處嘅。咁所以咧宿舍每晚神父都有一個晚禱嘅時間啦，都係用一啲小故事幫學生去掌握做人道理。寄宿咧就係好典型嘅陪伴佢成長啦。學校去到3點9啊4點咧放學噶嘛，咁我哋接手啦，同佢玩啊，同佢自修啊，揾一啲導師幫佢哋補習啊等等。咁喺佢哋特別有陣時候有啲情緒咧，我哋係啊都要去面對佢哋嘅情緒，有陣時會失控嘅。我成日都一開始已經同學生講，我哋有3個目標，第一個就係學讀書，第二個學做人。宿舍大家咁近嘅接觸啊，好多摩擦噶嘛，喺嗰度就學到點樣同人哋相處啊。第3咧就學走永生嘅路。喺香港，讓學生認識天主、走永生嘅路，係校方重要嘅使命之一。而香港亦都設立咗備修中心同進階中心，為有志回應聖召嘅青年提供特別嘅指導同培育，將呢一份陪伴嘅愛一代一代咁傳承給師弟。嗱，呢間聖堂咧叫大聖堂，我哋叫做即係全校嘅宗教活動就喺度搞嘅。所以呢度咧我哋開放，學生中意嚟拜聖體可以拜。咁我哋星期日咧都有彌撒。我哋一年咧有幾個大瞻禮都喺度慶祝。我哋通常喺9月，我哋抬住花地瑪聖母行運全間學校，每一層都經過灑聖水。我哋將成間學校成個寄宿部奉獻俾聖母。佢哋係喺呢個氛圍之下咧，慢慢長大嘅。所以呢種潛移默化咧，其實係不知不覺嘅。就算佢可能1、2年之後咧，佢話要離開宿舍啦，我哋 hold 唔住佢啦。但係我相信喺佢腦海當中有啲嘢留喺度。
好可能將來有一日佢係神父啊，我想嚟學道理。我哋最近咧有一個宿生，佢領洗啦，佢畢咗業好幾年啦，喺呢度宿舍嘅時間咧，你可以咁講啊，真係好曳嘅。咁但係佢竟然有一日佢話神父，我嚟學道理。哇！嗰晚見到佢着住西裝嚟到領洗，我真係覺得天主感謝你。而家我哋有兩個嘅中心喺呢度，一個中心叫做備修中心，就咧佢哋係做備修生，佢哋有意咧係想做神父啊或者修士嘅。咁呢啲備修咧真係好清晰，我想行聖召嘅路嘅。咁我哋專登有一個中心俾佢哋住咧，訓練俾佢哋咧。而家我哋有成5、6個指導員都係呢度嘅畢業生，佢哋好有歸屬感啊，一呼百應。最初嘅時間我哋辦學，我哋為咗咩呢？都係為咗嗰啲貧苦無告啊，冇機會受教育。但係我哋點樣唔好忘記個初衷呢？如果有一啲嘅學生真係好需要幫助嘅，我哋都應該打開我哋嗰個胸襟啊，去迎接佢哋呢。特別我哋要傳承落去啊嘛，我哋將呢一個理想，我哋傳俾我哋嘅學生，令到啲學生咧都攞到我哋嘅精神，喺佢哋嘅環境咧去照顧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樣叫做傳承咧。香港從未忘記服務貧苦同埋弱勢青年嘅初衷。面對瞬息萬變嘅未來，呢一度嘅神長同老師依然張開雙臂，用愛同理智陪伴每一個靈魂。呢一份傳承自鮑思高神父嘅精神，將繼續引領香港嘅學子學讀書、學做人，走向更廣闊嘅永生之路。